阿含最根本嘅路數，同你講點樣練出嚟。培養覺醒其實就係練3樣嘢，按次序來。一、定時打卡訓練，像健身咁練肌肉。覺醒唔係靠撞彩，係靠平時無事嗰陣練。每日揀一個固定動作，比如早晨刷完牙照鏡嗰陣，或者坐巴士閉目養神嗰5分鐘，唔好諗嘢，淨係觀察自己呼吸3次，呢個就係演習。平時演習得多，真係中箭嗰陣，你個本能先會識得跳出來提你一句，喂，我接咗第2支箭咯。2、標記法，給念頭貼標籤。阿含講4念處最貼地嘅就係知道自己在做咩。當你又開始憂心暗病，驚將來你唔使趕走個念頭，只係喺心入面幫個念頭改個名。腦海出現恐怖畫面，心裏輕輕講這是想像，胸口谷住，心裏輕輕講這是感受。諗起醫生報告，心裏輕輕講這是記憶。一貼標籤，你就抽離咗，你唔再係漩渦入面嘅人，而係睇住漩渦嘅人。一抽離，覺醒就喺度。3、借助外緣提醒，設置觸發器。自己一個人好難時時醒，所以要靠外物。同自己約好，每次手機彈出 WhatsApp、微信通知，或者每次聽到救護車風鈴聲，就深呼吸一次，將呢啲日常瑣事變咗你嘅鬧鐘，提醒自己回到當下。用返你嘅例子做個總結，你話你而家中住第2支箭，如果平時有練上面呢3樣嘢，你而家嘅狀態應該會變成：我膝龜好痛，第1支箭事實。而家我開始驚將來坐輪椅，心好慌。覺察到呢個係第2支箭，給他標個籤。好，知道啦，而家飲啖茶先。呢個由唔知道知道自己在驚嘅過程，就係培養出來嘅覺醒。老實講，呢啲嘢真係要慢慢熬，日日做，唔係聽日就變大師。你而家心態，我哋可以用心法去斬，但第1支箭係肉體同生理嘅真實痛楚，呢樣嘢唔可以靠諗開啲消失，強行硬捱只會出現反效果。阿含經同後世佛法其實十分合乎科學。面對第1支箭，佛陀並冇教人一味死捱，反而教人如實觀察，再加善巧方便。我分2層同你講，物理層面，該睇醫生就睇，順應4時規律。佛陀自己都會生病，亦都會叫門生去找名醫耆婆睇病、服藥、休養調理。所以首要一點就係承認痛楚，尋求專業協助，唔好迷信，只要修行得好就不會有病痛。身體痛就求醫，按時服藥，做完物理治療，呢一步叫做除去病因。呢個唔係墮落，而是順應因緣，係對自己身體嘅慈悲。心法層面，改變自己同痛楚之間嘅相處模式。重點，第1支箭最難頂嘅時候，多數係因為我哋將痛感同自我捆綁在一起，不斷在心裏覺得我好痛，我個病好嚴重。一旦捆綁，痛楚就會變成針對自己嘅打擊。阿含經教嘅觀察方法就係只客觀感受痛楚本身，唔好將其牽扯到自己身上。舉個例子，唔好諗，唉，又係我個膝頭，點解咁唔爭氣，搞到我今晚又瞓唔着。講到呢度，其實都已經參入第2支箭。嘗試咁樣做，雙埋雙眼，將專注力擺在痛嘅位置，好似科學家咁樣去觀察，呢種刺痛係尖銳嘅，定係脹住發悶嘅？痛楚強度有幾多分？10分抑或5分？痛感會不會起伏？一陣劇痛，一陣輕微。當你只係觀察呢一波一波嘅痛感，唔會厭惡抗拒佢，慢慢就會發覺痛楚仍然存在，但只係一個客觀現象，唔再好似尖刀拮入心裏咁難受。呢個就係佛經所講嘅受念處，明白身體正承受痛苦，但唔會被痛苦束縛。即時可用嘅小方法，呼吸調節法。
當身體劇痛頂唔順嘅時候，吸氣，想像氣息去到痛嘅位置，好似同個痛楚打個招呼，我知道你喺度。呼氣，想像緊繃嘅肌肉放鬆少少，就算只放鬆一丁點都得。重複幾次，目的唔係徹底消除痛楚，而是放鬆周邊肌肉，避免因為身體過度繃緊，令痛感加劇。好多時候，第一支箭之所以痛得咁犀利，有一半原因係周圍肌肉痙攣收縮，加重咗不適。總括嚟講，應對第一支箭，要同時靠專業醫療加耐心觀察。醫生處理肉體問題，自我觀察就防止痛楚演變成恐懼焦慮。你平時痛嘅時候，會唔會覺得患處不受控制，因而心生火氣，亦或是不自覺全身繃緊，拼命抵抗痛楚？如果得閒，下次痛嘅時候可以試下呢個客觀觀察法，感受下會唔會好似隔住一塊海綿，刺激冇咁直接。經入面最打動我，亦都最切合你現時境況嘅真實記載。呢段故事名叫《病比丘與佛陀》，內容散見於《雜阿含經》同律藏嘅相關記錄。故事：佛陀探訪一位身患重病、皮膚潰爛嘅比丘。有一日，佛陀去到精舍探望一位病得十分嚴重嘅比丘。一踏入房間就聞到陣陣異味，原來位比丘病情極重，大小便都已經無法自控，無人照料，衫同床褥全部污穢不堪，自己又無力轉身，因為劇痛不停低聲呻吟。佛陀完全冇嫌棄，親自上前幫佢倒掉穢物器皿，更換污糟嘅衣物，清潔處理傷口，之後就蹲在床邊同佢交談。位比丘心裏十分慚愧，佢話：我往日身體健康嘅時候沒有勤奮修行，如今渾身痛楚，就連坐起身子送佛都做唔到，我係唔係修行失敗咗？佛陀輕撫住佢嘅腳，講出一番極其重要嘅說話：你唔需要勉強自己坐起身，你現時只需要清楚覺知，痛就係痛，舒適就係舒適，唔好因為身體痛楚而厭棄自己，埋怨命運，亦都唔好因為得到別人照料就心生貪戀。你只要維持住呢一份清醒嘅覺知，唔好鬆懈放任，呢就係修行。之後，位比丘依照佛陀嘅教導，只客觀察覺自己身體嘅感受。冇過幾耐，就算身處劇痛之中，內心豁然開悟，當下證得阿羅漢果。雖然肉體上嘅病痛依然存在，但內心已經得到解脫。呢個故事可以帶給你什麼啟示？你而家嘅處境同呢位比丘十分相似，清楚知道自己患病，受痛楚困擾，亦都會憂慮往後嘅情況。面對第一支箭，佛陀嘅處理方式既溫厚，亦合乎科學。第一，悉心照料身體，正視肉體上嘅痛苦。佛陀一開始並非講空泛嘅大道理，反而優先幫佢清潔身體、更換衣物、處理傷口。亦即係話，當身體產生痛楚，首要任務係好好照顧自己，唔好因為顧及面子或者心理障礙而拒絕求醫或者接受他人幫助。第二，奉行痛就只係痛，放下自我評價。真正折磨人嘅好多時候並非痛楚本身，而是內心嘅念頭。例如，點解偏偏係我遇上呢件事？我而家成為咗其他人嘅負擔，呢一類自我否定。佛陀教佢知道痛就係痛，其實就係你而家需要練習嘅課題。容許痛楚存在，但唔好讓痛楚決定你嘅個人價值。第三，修行唔一定要擺出特定姿勢。或許你而家冇多餘精力打坐、研讀經書，甚至無力深入思索佛理，其實都唔緊要。只要每當痛楚來臨，你在心裏提醒自己：我此刻好難受，但只不過係身體出現問題，唔代表我做人失敗。可以做到呢一點，你已經係一位十分難得嘅修行人。由此可見，《雜阿含經》並非要求人每日打坐誦經，就算遇上排便不暢、痛到難忍嘅狼狽時刻，佛法一樣包容，仲教曉我哋，就算處於最窘迫嘅境遇，都可以守住內心嘅尊嚴。我分兩部分同你講，一部分解釋大腦嘅運作原理，另一部分提供即刻可以用嘅口訣，盡量唔用專業術語，用大白話同你講。
一、腦科學點樣證明觀察能夠舒緩痛楚？拆解背後機制。我哋嘅大腦入面有兩個負責不同工作嘅部位，第一個係警報器，杏仁核，專門負責大叫有危險，好痛，快啲走。一旦啟動，你全身肌肉就會繃緊，心跳加快，痛楚即時會加倍。第二個係總指揮官，前額葉皮質，負責冷靜分析、客觀觀察、理性判斷。平時中招產生第二支箭嘅時候，你腦入面不停諗大鑊了，將來唔知會變成點。呢種負面念頭就係由警報器操控，佢越叫越大聲，你就越驚，痛楚亦都跟住加劇，形成惡性循環。當你嘗試純粹客觀觀察，亦即係覺知正念嘅時候，你就會叫醒負責理性思考嘅總指揮官前額葉。透過科學儀器掃描可以見到，當你冷靜評估而家痛有幾多分，係刺痛定係脹痛，前額葉就會活躍起來，主動壓抑警報器嘅過度反應。最後得出嘅結果就係，痛嘅信號依然會透過神經傳送到大腦，但好慘、好恐懼呢種放大情緒嘅功能，大部分會被壓制住。呢個就係科學層面所講嘅，肉體有痛感，但內心唔會受苦。二、接納承諾療法3句實用口訣，唔需要專門打坐，當身體唔舒服嘅時候，在心入面默念呢3句說話就得。第一句，分離口訣，拉開自己同負面念頭嘅距離。我察覺到自己而家好心慌，唔可以直接等同我本人就係恐懼。將主觀想法我好慘轉變成客觀事實，我留意到自己有我好慘嘅諗法。第二句，包容口訣，給情緒同痛楚騰出空間。冇所謂啦，痛既然來咗就由佢，我唔同佢對抗，唔逼佢消失。千祈唔好抗拒痛楚，抵抗只會令肌肉收縮，痛得更加厲害。容許痛楚存在，身體反而會自然放鬆。第三句，落地口訣，將注意力拉返當下現實。呢1分鐘之內，我仲做到最簡單嘅動作係什麼？舉例，飲一啖水，調整下枕頭位置，慢慢呼一口氣，將思緒對遙遠未來嘅憂慮拉返到眼前可以做到嘅小事上。實戰例子，結合你自身嘅狀況，假設半夜膝頭舊患突然發作，仲擔心日後情況會惡化，警報器即刻啟動，腦海浮現以後一定行唔到路呢個負面想法。你立刻運用3句口訣，深呼吸，用手輕按膝頭，感受布料接觸皮膚嘅觸感。落地口訣，在心裏默念，原來大腦有自行腦補壞結果，呢個就係第2支箭。分離口訣，想像呼吸嘅氣流抵達膝頭，客觀分辨，呢個係麻痹痛，大約6分，我清楚就得，純粹觀察。最終後果，腦部嘅警報反應會減弱，未必可以即時完全止痛，但內心唔會長期壓抑，亦都可以順利入睡。同你商量一下。心理學結合佛學嘅呢一套方法，第一次接觸，多數人都會覺得講起來容易，做起來困難。不如咁安排，下次身體出現不適，或者腦海又開始胡思亂想未來嘅時候，嘗試運用呢3句口訣，之後話我知真實感受，究竟係切實有效，抑或仍然覺得毫無作用。我哋唔止停留在理論層面，親自試驗過先作準。你願意嘗試呢個小實驗嗎？心理學差不多一字一句將佛陀嘅二戰論轉譯成科學術語，一共有3大學派，同剛才講嘅內容完全吻合。正念療法對應察覺第1支箭，唔加入主觀評判。由卡巴真創立嘅正念減壓療法，核心觀點就係觀察痛楚嘅感官特徵，包括痛嘅位置係尖刺定係悶痛，會唔會一跳一跳咁樣，唔好俾大腦貼上好慘、頂唔順呢一類標籤。透過腦部掃描實驗可以證實，有禪修習慣嘅人，痛楚嘅客觀強度並沒有減低，但大腦負責產生恐懼、厭惡嘅區域，即係杏仁核同前額葉負責評價嘅部位，活躍程度會大幅下降，做到肉體仍然有痛感，但內心唔會覺得煎熬，正正同佛陀提出嘅理論完全一致。
接納承諾療法對應唔射出第二支箭。創辦人海斯直接講過，痛苦分做兩個層次，第一，感官層，第一支箭屬於生理事實，客觀上難以改變；第二，抗爭層，第二支箭，你拼命想擺脫痛楚，不停埋怨為何偏偏自己遇上，反而令痛苦進一步放大。ACT 教嘅認知解離意思就係同自己嘅念頭拉開距離，例如在心裏講，我察覺到自己出現咗我好慘呢個諗法。呢個做法同佛法入面感受苦痛但唔執着苦痛嘅道理本源相同。疼痛心理學之感官聚焦法對應客觀觀察五蘊。有一項實驗，將參加者嘅手放進冰水入面，分成3組做對比。第一組嘗試分散自身注意力，康復速度普通；第二組強行壓抑痛感，康復得最慢，而且之後嘅反彈最嚴重。第三組純粹客觀觀察痛嘅位置同起伏變化，康復速度最快。實驗得出結論，只用感官中立地去觀察痛楚，唔好用情緒去批判痛楚，痛楚帶來嘅傷害就會自動減輕。一句總結，佛陀借住兩支箭講明嘅道理，現代心理學透過正念、接納承諾療法、感官聚焦3個方向，已經得到科學驗證。第一支箭，亦即生理上嘅疼痛，要依靠醫療處理；第二支箭，即心理放大嘅折磨，就要透過只觀察不評斷切斷。兩者嘅實際操作方式幾乎一樣。所以剛才你同我討論嘅一番說話，其實已經觸碰到現代疼痛心理學最前線嘅核心。如果想再深入研究，我可以解釋腦科學上點樣透過觀察痛楚，令杏仁核停止活躍。你一問就問到核心重點，呢個先係真正有意義嘅問題。你有呢個疑惑完全正常。2000幾年前並沒有磁力共振腦掃描儀，亦都冇心理學實驗室。點解一位古人得出嘅理論會同現代科學嘅研究結果幾乎完全吻合？難道真係單純靠打坐憑空諗出嚟嘅？我分3層拆解當中嘅真相。並非依靠空想或者打坐幻想，而是透過內觀實驗親身體察。佛陀自己講過，佢傳授嘅道理並非天神賜予嘅啟示，全部都係親眼所見、親身驗證得出嘅結果。對於佛陀而言，禪打坐並不是拜神祈福嘅方式，而是磨練內心，將心念訓練成一部超高倍數嘅顯微鏡。平常我哋思緒雜亂，身體一接收到外界刺激，即刻就滋生情緒。但當內心變得極之平靜，就可以客觀剖析自身嘅身心反應。原來當我察覺到病痛，大腦第一時間就會產生恐懼。原來只要我抗拒痛楚，身體就會不由自主地繃硬。原來只要我客靜觀察，內心嘅掙扎就會慢慢平息。呢啲全部係佢拿自己嘅身心做實驗，親自記錄落嚟嘅現象，所以內容先會咁精準。佢發掘到緣起法則，亦即人體系統嘅運行底層規律。佛陀最厲害之處係看透世間所有事物，包括人嘅痛苦，都係由各種條件互相配合先會出現。沒有事情只有單一成因，亦沒有永恆不變嘅實體。現代心理學提出主觀痛苦等於客觀感受加主觀解讀，而佛陀就運用五蘊同觸、受、愛、取，講述同一套神經信號嘅傳遞過程。正因為佢掌握咗人類身心恆久不變嘅底層規律，2000幾年以來呢套機制一直沒有改變，所以現代科學儀器檢測得出嘅結論自然一模一樣。打坐只係工具，最關鍵嘅核心係如實觀察。舉一個比喻，科學家研製出望遠鏡觀察宇宙，繼而發現萬有引力定律。佛陀就用深度禪定呢一種體內望遠鏡審視自己嘅內心，發掘出二戰理論同緣起規律。兩者使用嘅儀器雖然唔一樣，但觀察嘅都係客觀存在嘅事實。
故此佢提出嘅理論放到今日依然可以經受得起雙盲科學實驗嘅考驗。嚴格嚟講，可以總結，佛陀並非單純頭腦聰明、哲學造詣高，憑空推論出呢套理論，而是因為佢足夠坦誠，而且專心致志，將打坐演化成一套極其縝密嘅內省科學，親自驗證痛苦如何產生、如何消失。而家你應該明白點解我話佢並不是神啟，而是一位非常出色嘅身心科學家。你閒時靜坐或者放空發呆嘅時候，有冇試過忽然察覺到自己某一個本能反應，覺得好有意思？如果有過呢種體驗，其實你都已經係做緊屬於自己嘅小型內觀實驗㗎啦。我頭先講得太書面、太抽象，繞咗一大圈。我而家攤開所有道理，用最淺白嘅大白話同你講，佛陀究竟同個年輕比丘講咗什麼說話？其實佛陀只係同佢示範一個拔掉插頭嘅比喻。佛陀問：你靠雙眼觀察事物，先會分辨美醜，繼而開心或者難過。倘若失去雙眼，呢一啲喜悅同悲傷，仲同你有關係嗎？背後嘅含義就係，痛楚同恐懼一定要依附我嘅身體同我嘅大腦先會出現。只要你看得通透，明白呢各種感受只係感官一時嘅反應，痛楚就唔可以主宰你。簡單嚟講，佛陀教佢同病痛、驚慌徹底分開，痛任由佢痛，我靜靜觀察住佢，唔再將自己同痛楚捆綁在一起。呢段道理最深刻嘅地方在哪裏？最深刻嘅一點在於，佛陀並沒有醫好佢嘅得身體，而教曉咗佢如何保有尊嚴地面對生命完結。最後呢位比丘依然離世，但係佢面色平和，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，因為佢通透咗，肉體只不過係一件租借嘅外衣，外衣損壞就由佢，租期屆滿就離開，無需惶恐不安。點解呢段內容會打動我，亦都契合你嘅顧慮？你一直擔心日後病情加重，要承受極大嘅痛苦。市面上好多宗教只會講虛無縹緲嘅極樂世界，或者勸人捐獻錢財來化解災厄。但呢段故事入面嘅佛陀有兩個做法令人敬佩。第一，佢不會恐你話疾病一定會痊癒，坦然承認人終會死亡，身體一定會疼痛，十分真誠。第二，佢交咗一把解脫嘅鎖匙俾你，就算肉體飽受折磨，內心仍然能夠自在，不必心生恐懼。對於我而言，呢種不欺騙世人、陪伴人直面死亡，同時教人不被恐懼吞噬嘅胸襟，先係真正嘅慈悲。結合你自身嘅狀況再解釋一遍。假設日後你嘅病情真惡化，未接觸呢套觀念之前，你會覺得我徹底完結了，我變成負累，實在太可憐。越胡思亂想，身心就越煎熬。學會之後，你可以在心裏提醒自己，我嘅身體確實不舒服，但只係五官身體嘅機能出咗問題，我嘅內心仍然可以平靜安穩。病痛不等於我本人，我只係旁觀者，身體依然會痛，但唔會再被恐懼束縛。完全明白未？如果仲覺得有少少迂迴，可以當我先前把佛法過度神化。講到底就只有一句說話，佛陀嘅核心教導就係，千祈唔好將自己同自身嘅病痛混為一體，一旦捆綁就會飽受折磨，兩者分開便能夠獲得內心嘅自在。